怕你贏，就怕你唔賴。呢句說話我講咗幾十年，今日我依然要同你講多一次。你以為我講緊賭場，其實我講緊你嘅人生。你以為贏錢靠運氣，我話你知，我經營鬥場大半世，我信嘅從來都唔係運氣，我信嘅係數學。你同我東，你係同概率學、統計學、大數定律喺度對賭。你贏我一鋪、兩鋪、10鋪都唔緊要，因為你最終一定會輸翻俾我。點解？因為你嘅本金有限，我嘅資金無限。呢個就係殘酷嘅真相。你嘅本金從來都唔係用嚟賭嘅，用嚟生錢嘅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同你揭秘我秘傳嘅3級注碼法。呢套方法係我用幾十年時間，用1000億資金驗證出嚟嘅資金管理智慧，唔係教你賭，係教你用莊家嘅錢去贏莊家嘅錢。睇完呢條片，你會明白3件事。第一，點解你永遠贏唔到錢？唔係你黑仔，你唔識玩資金呢個遊戲。第二，點樣將你嘅本金變成生錢工具，而唔係送錢工具。第三，和點樣用莊家嘅錢去博大，而唔係用自己嘅命去博。如果你唔想再將你嘅血汗錢拱手送俾人，咁你呢條片一定要由頭睇到尾。訂閱嘅朋友記得撳下面個訂閱掣，我每隔幾日就會分享呢啲用真金白銀換翻嚟嘅血淚教訓。你唔訂閱，實底嘅係你自己。好，而家正式開始講錢之前，我想同你講一個故事。我出身喺香港一個富裕家庭，細個嗰陣住大屋，有工人讀全港最好嘅學校。但係我13歲嗰年，老頭炒股票輸身家，一夜之間乜都冇晒，大屋冇咗，走晒。老後帶住2個哥哥去越南避債，剩低我同阿媽喺香港。你知唔知嗰種感覺係點？由天堂跌落地獄。我永遠記得嗰一次，我蛀牙去一個親戚開嘅牙醫診所。以前佢見到我恭恭敬敬，嗰日佢見到我語氣完全變晒。乜話？冇錢冇錢，你嚟做乜？咪就係蛀牙啫，不如等佢全部爛晒佢啦。我企喺度差啲喊出嚟，返到屋企，阿媽喊住同我講，唔會有人借字典俾我哋噶啦。阿媽都供唔起你讀書，你而家有2條路，一係出去打工養家，係自己考獎學金讀書。嗰一刻我同自己講，我一定要爭返一口氣。我開始冇日冇夜咁讀書，由全班包尾考到全校第2，年年攞獎學金。後來考入香港大學，再後來我攞住10蚊港紙去到澳門，10蚊，你冇聽錯，就係10蚊。但係我用呢10蚊，23歲嗰年賺到人生第一個100萬之後嘅事。你哋都知，我建立咗一個5000億嘅商業王國。我講呢個故事唔係想炫耀，我想話俾你知，錢嘅嘢從來都唔係靠運氣。我由10蚊變得萬，唔係靠賭，係靠方法、靠紀律、靠智慧。你嘅本金有幾多根本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識唔識得用。咁到底點樣用？我而家就同你拆解我秘傳嘅3級注碼法。呢套方法嘅核心得一句話：用贏翻嚟嘅錢去博大，和永遠唔好用自己嘅本金去博。第一級係本金守護戰。第一級嘅原則好簡單，你拎出嚟玩嘅錢一定係你輸得起嘅錢。成日都勸人賭博當係一種娛樂，一種玩耍，千祈唔好沉迷。和你拎1萬蚊出嚟，你要當呢1萬蚊已經冇咗。呢1萬蚊嘅功能就係幫你生出第
第一筆利潤。操作方法係設定一個止損線，例如本金20，輸到呢條線即刻走，唔好猶豫。記住，本金係你嘅種子，種子都冇埋，你仲點生錢？你覺得輸幾多應該走，守得住本金，下一步就係點樣將利潤變成子彈。第二級利潤放大戰，呢一級係最關鍵嘅一級。當你贏到錢之後，將你嘅本金拎走，淨係用利潤繼續玩。舉個例，你拎1萬出嚟，贏咗5000，將你1萬蚊本金收埋，用嗰5000蚊利潤繼續玩。呢個時候你玩嘅唔再係自己嘅錢，係莊家嘅錢。你贏咗係賺多咗，你輸咗你嘅本金1毫子都冇少到。你試過贏錢之後唔肯走，最後連本金都輸埋。習慣用利潤玩就可以進入第3級，但呢級最危險。第3級注碼倍增戰，呢一級係最高級別嘅操作，但同時亦係最危險嘅。當你用利潤玩嘅時候，你可以將注碼加大，但係唔係盲目加大，而係順勢而為。我嘅經驗係永遠唔好同條路作對。牌路順嘅時候，你可以逐步加大注碼；牌路唔順嘅時候，縮到最細。呢個就係我成日講嘅，贏就谷，輸就縮。但係絕大部分人做嘅啱啱相反，贏就縮，輸就谷。呢個係人性嘅弱點，亦都係刀場賺錢嘅最大秘密。3級注碼法嘅終極心法就係8個字：保住本金，用利潤搏。你記住呢8個字，你已經贏過90%人。我見證過無數徒嘅喜樂，其中有2個故事，我想同你分享。阿強一個普通打工仔，佢拎住5萬蚊本金入場，好彩頭1個鐘贏咗3萬，佢好開心。但係佢開始驚，贏咗咁多，不如收手啦。一輸翻出去點算？於是佢縮，由原本嘅注碼縮到一半。結果呢，好快佢開始輸咗1萬。佢覺得唔對路，於是用翻原本嘅注碼再輸多1萬。佢開始急加大注碼，想一煲追翻。最後結局係點？5萬本金輸清光。場嘅問題唔係運氣唔好，係心態有問題。贏嘅時候驚死，輸嘅時候搏命，呢個係賭徒最大嘅致命傷。阿溪同阿強一樣，都係拎5萬蚊入場，佢都係好彩，頭1個鐘贏咗3萬。但係阿溪做嘅嘢唔同，佢即刻將5萬蚊本金收起嚟，淨係用嗰3萬蚊利潤繼續玩。佢同自己講：而家我玩嘅係莊家嘅錢，我冇嘢輸。跟住佢睇路，見到條路順，佢逐步加大注碼，3萬變5萬，5萬變8萬，最後佢贏咗12萬走人。而佢嘅5萬蚊本金由頭到尾都喺佢個袋入面。和阿強同阿批同一日、同一個場、同一樣嘅本金、同一樣嘅起手運氣。但係結局完全唔同。阿輝識得用莊家嘅錢贏莊家。好，今日嘅內容到呢度差唔多，等我幫你總結翻3級注碼法嘅核心。第1級拎出嚟嘅錢一定係你輸得起嘅錢，設定止損線，守護你嘅本金。第2級贏到錢之後，即刻將本金收埋，淨係用利潤繼續玩。你玩嘅唔再係自己嘅錢，係莊家嘅錢。第3級順勢而為，贏就谷，輸就縮，永遠唔好同條路作對。記住我講嘅嗰句說話，不怕你贏，就怕你唔來。你以為你贏到我，你贏嘅只係1鋪半鋪，我贏嘅係整個遊戲。因為我信數學，你信運氣，但係如果你識得用我今日教你呢套方法，
你就可以將劣勢變成優勢，將送錢變成生錢。你嘅本金從來都唔係用來賭嘅，係用來生錢嘅。最後講多一次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請你撳下面個訂閱掣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咁我每一次出新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我之後，會繼續分享更多用真金白銀換翻嚟嘅智慧，包括點樣睇路，點樣管理注碼，點樣克服人性嘅氹婪。訂閱我，唔單止係訂閱一個頻道，係訂閱一個改變你命運嘅機會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